从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，万物都告诉我，神是爱。欢迎收听迦南之声。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在月初四的迦南之声。我是尤波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奇异恩典胜过试探，福音遍传。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4章，有25节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你们所遭遇的每一个试探，无非是一般人所受得了的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他绝不让你们遭遇到无力抵抗的试探。当试探来的时候，他会给你们力量，使你们担当得起，替你们打开一条出路。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，亚比斯求告上帝说：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上帝就应允他所求的。这个亚比斯的祷告是记载在历代志上第4章第10节。这应许并非意味着我们不会受试探，试探是一定会有的。然而这个应许告诉我们，因为有上帝的看顾，不会让我们遇到超过自己所能承受的试探。耶稣受洗，进入到他人生一个新的阶段。圣灵带领他从约旦河受洗之初，走到旷野接受试探，被魔鬼带到耶路撒冷圣殿最高处，也带到耶利哥附近一座很高的山的山顶。魔鬼用食物、权力、欲望来试探他。然而耶稣以上帝的话来回应魔鬼，并胜过了试探。在这之后，耶稣听见表哥施洗约翰被关，就避开到加利利去。我们来看耶稣他接受了哪一些试探呢？有3方面。正如使徒约翰他所说的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在门徒受呼召出去侍奉之前，先要胜过这3方面的考验，就是可以敬爱天父，更能够遵守上帝的心意。我们看到耶稣禁食之后饿了这我也有经验过但他不掉入恶者的试探，不去使用超能力来满足肉体的需要。耶稣的对策是以圣经的话来回应，吃灵粮来满足肉体的饥饿。在没有确认上帝的旨意之前，自己做出行动，而要上帝来背书配合，这个是试探上帝的爱。其实魔鬼就是利用这样，你可以做了你可以自己决定了。耶稣的对策说，不可试探上帝。人很容易敬拜自己眼睛所看到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真的很小心管理自己所看见的，因为撒旦知道人性的软弱，所以常常用暂时的荣耀来诱惑人，叫你失去永恒的荣耀。所以夏娃就是这样受到引诱了，你知道吗？失去对上帝存疑的心，听上帝的话，
因此就离开永恒的荣耀。耶稣命令撒旦退去，单单要敬拜上帝。这个提醒我们呢，回转专注注视在上帝，侍奉上帝。上帝的儿子是在讲什么？他在提醒我们要顺服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意思就是要转向上帝，结出果子，不要试探，不利用经文作为自己的目的，不滥用权威，却顺服在神的权威。面对一些失落的事情，耶稣听见表哥约翰被关，耶稣转换一下心情，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开始传道。当我们遇到挫折的事，常常会使我们掉入情绪的低潮当中，而耶稣的举动提醒我们，如果你在面对这样的失落的时候，转向神，唯有福音和追求上帝的国才是真实的永恒。转向神，向他倾心吐意，可以帮助我们从失落当中重新得力。我们来看耶稣主动呼召门徒来跟从他，并对他们做门徒的训练，带他们一起来同工，边做边学。这个也是耶稣带领门徒的方式。我做你看，你做我看，我们一起做做看。我传福音，你在旁边看。来，现在换你说说看，说问听，化主印信。如果透过这样操练，你是可以的不是只有牧师可以。这些门徒对呼召做出了回应，立刻放下谋生的工具来跟从主。他们看见了生命的优先顺序，而主耶稣在教导当中，透过教导和全能的侍奉，医治了各样的疾病，使人经历了天国的福音，得着身心灵的释放。耶稣其实也教导过学生，然后出去，他们也医治了人，赶鬼了回来。耶稣到处去呼召、教导、宣讲、医治，使人愿意走出舒适圈，愿意改变生活，愿意结出圣灵的果子、福音的果子。我们来默想，魔鬼为何利用食欲、超越感和权力来试探耶稣？你在哪方面最容易受试探？需要加强的提防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你的保守、看顾跟慈爱。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会面对好多的试探，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这些试探被试探胜过了而感到软弱无助。但当我们仰望你的话语，读你的话语和你圣灵的引导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的，我们可以胜过试探，就像耶稣一样，成为我们的榜样。求你赐给我们坚定的信心，使我们在每一次的试炼当中、诱惑当中不跌倒，帮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坚强的依靠上帝你的话，也能够成为你话语的见证人，成为结出果子的门徒。我们能够分享你的爱和你的真理，带领人来归向你，进入到你的奇异恩典当中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
感谢您的收听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。我是有波牧师，祝福您靠主的话语胜过试探，也能够靠主的话语结出福音的果子。我们明天再见哦。